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强调教育对寻找内心和平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界地球日呼吁人们保护人类唯一的家园；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愿印度前总理曼穆罕辛格早日康复。司政洛桑桑格展开对美国的告别之旅。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公布主题为腾飞的电影外包及资助计划。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举行游说培训活动。巴瓦格桑坚参正式担任驻台湾办事处代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官网于4月19号推出尊者曾在不同领域上就有关心灵、慈悲、和平等众多教导世人的短视频。达赖喇嘛尊者在这部寻找内心的和平为主题的短视频中谈到，人们在遭遇困境时，仅仅靠祈祷是不够的，并强调了教育在了解解决破坏性情绪的运作和方法的重要性。尊者表示，Just to pray, God, not sufficient. We must have knowledge. When about anger comes, then use our intelligence and reduce the intensity of anger. Karuna, increase compassion, then anger automatically reduces. 与此同时，在本周四4月22号世界地球日当天，达赖喇嘛尊者透过官网发布公开呼吁，敦促人们付诸行动，保护人类唯一的家园。达赖喇嘛尊者呼吁世界各国的人民将保护环境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谈到他个人经历时，尊者指出，就我而言，我对环境的觉醒是在我流亡后才发生的。我遇见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与我在西藏所认知的截然不同。当时我才意识到西藏的环境是多么的纯净，而现代物质的发展又是如何退化全球的生命体。此外，在印度各地经历第2次新冠疫情的袭击，以及多个城市宣布将再度封城之际，印度前总理曼穆罕辛格博士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对此，达赖喇嘛尊者在闻讯后随即致函表达了问候和关切。达赖喇嘛尊者在致给辛格博士的信函中指出，我祈愿您能早日战胜病毒，迅速康复。如您所知，我一向尊重您的为人，并早已把您视为我的老朋友之一。当前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全世界的人类承受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我期盼和祈愿疫情结束的那天早日到来。另外，在结束对印南卡纳塔克邦流亡藏人社区的告别及感谢之旅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于上周五4月16号启程前往新德里和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一系列的访问行程。在新德里访问期间，司政罗桑桑格与部分印度政要进行了会晤。随后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访问。司政在华盛顿与新当选的拜登政府成员会面，并将对他在任期内没有进行过访问的美国藏人社区展开告别及感谢之旅。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电视台于近日公布了今年主题为腾飞的电影外包及资助计划。本台在过去4年里一直在开展这一项目，以此鼓励流亡藏人社区新秀的电影人为本台拍摄短片纪录片。而今年资助的纪录片主题为“藏人追忆流亡之旅”。与申请这一计划的西藏电影人可以获得25万卢比的资助。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进行了解。另外，在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于本周一4月19号举办的网络游说培训活动上，与会各界人士讨论了西藏的佛教徒被中国政府剥夺信仰自由，
西藏的游牧民被强行剥夺牲畜和草原，以及西藏境内的藏人被剥夺基本人权的问题。在当天的培训活动上，6名来自波兰、法国、比利时、瑞士、爱尔兰和荷兰的藏人与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们一道参加了这一为期1天的网络游说培训活动。来自捷克的欧洲议会议员兼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米库拉斯·佩克萨议员主持了当天的培训活动。欧洲议会议员汉尼斯·海德议员和奥斯塔·马尔代基等议员听取了与会藏人的发言。在活动上发言的藏人向与会议员们介绍了西藏的宗教自由、教育和藏语，以及西藏的环境恶化和青藏高原的重要性。而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议员则强调了中国在欧盟极具侵略性的影响力，并呼吁藏人不要采取自焚，而是以其他非暴力的方式抗议中国的残暴统治。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就藏人行政中央的外交政策、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的职责和中间道路政策的重要性向与会者发表了讲话。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新任代表巴瓦格桑坚参于本周四4月22号在新旧代表交接仪式上正式接替离任代表达瓦才仁担任驻台湾办事处新任代表。当天上午的交接仪式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噶玛曲英先生通过网络主持。新任代表巴瓦格桑坚参和离任代表达瓦才仁在前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格尔登仁波切的见证下，顺利交接了办事处的各项工作。新任代表巴瓦格桑坚参在3月22号抵达台湾，遵守台湾政府的相关防疫规定，进行为期2周的隔离措施后，于4月13号开始正式与离任代表达瓦才仁一同对台湾政府和非官方团体进行了一系列的礼节性拜访。4月16号上午，2位代表拜访了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先生。当天下午，台湾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向即将离任的代表达瓦才仁颁发了感谢状，表彰他在担任驻台湾代表期间出色的服务和取得的成就。当天，2位代表还会晤了台湾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成正先生。在为期1周的拜访行程中，新任代表巴瓦格桑坚参和离任代表达瓦才仁还相续拜访了台湾各界政要、台湾国会和台北市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议员、台湾各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以及各佛教中心和大学、媒体记者和驻台办事处董事会成员，并出席了多场各界组织的座谈会及欢迎晚宴等。新任代表巴瓦格桑坚参在任命为驻台湾代表之前，从2017年开始担任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一职。他还曾当选为第14届和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我们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